早晨各位，我係 Laura。今日係2026年1月6號星期二。Laura Tang Media 為你帶嚟今日快訊。NVIDIA 新一代 Rubin 晶片已進入全面量產，黃金預測上調至$4800，理由包括聯準會降息同全球風險增加。美國宣布修訂入籍考試，Hilton 酒店取消安全部同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嘅預訂。總統將同眾院共和黨人商討選舉年議程。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誓言返國。資深法官海勒斯坦主導審理馬杜羅案。美國要求丹麥停止對格陵蘭島嘅吞併。以上及更多內容即將為你報導。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宣布，該公司下一代人工智慧晶片已經正式進入全面量產階段。黃仁勳喺1月5日喺拉斯維加斯舉行嘅消費性電子展 CES 上表示，呢個係 Vera Rubin 嘅新平台，喺運行聊天機器人同其他 AI 應用時，其人工智慧運算效能可達 NVIDIA 上一代產品嘅5倍。NVIDIA 嘅晶片發展藍圖正係喺美國對出口至中國嘅先進 AI 技術實施越來越複雜嘅出口管制背景下展開。黃仁勳亦喺 CES 上邊播放咗一段影片，介紹 Vera Rubin 系統嘅架構。該系統將全新嘅中央處理器 CPU、圖形處理器 GPU 同網絡技術緊密整合成一個完整嘅運算平台。根據1月5日播放嘅影片說明 ，Vera 一款客製化設計嘅 CPU， 佢嘅效能係前一代嘅2倍。影片指出 ，Rubin GPU 同 Vera CPU 係由一開始就共同設計，令佢可以雙向同一致氮共享資料，並以更快嘅速度同更低嘅延遲運作。並描述單一 Vera Rubin 運算板上組裝咗17000個元件，透過高速機器人系統進行組裝，零件放置精度達到微米等級。最終組裝包括一粒 Vera CPU 同2粒 Rubin GPU， 可提供100 petaflop 千萬億次嘅 AI 運算效能，係前一代產品嘅5倍。同時亦都強調 NVIDIA 對資料傳輸嘅重視，呢個係大規模 AI 系統中嘅關鍵瓶頸。並指出 Connect9 網絡技術可以為每粒 GPU 提供每秒 1.6 太位元 TBPS 嘅橫向擴展頻寬。影片稱 Bluefield 4資料處理單元 DPU 可負責儲存同資安任務，令運算資源可以專注於 AI 工作負載。此外 Vera Rubin 運算托盤經過重新設計，可喺冇電纜、冇水管、冇風扇嘅情況下運作，並將 Bluefield 4 DPU 8張 Connect9 網絡介面卡、2粒 Vera CPU 同4粒 Rubin GPU 整合為 NVIDIA 所稱嘅Vera Rubin AI 超級電腦嘅核心組成單元。影片同時介紹咗 NVIDIA 嘅第6代 NVLink 交換器，可傳輸嘅資料量超過全球網際網路，並且能夠連接18個運算節點，將多達72粒 Rubin GPU 擴展為單一系統。亦提到 Spectrum-X 以太網光子技術。NVIDIA 稱其為全球首款具備512條200吉字節共封裝光學通道嘅以太網交換器，能夠將數千個機架擴展為 NVIDIA 所謂嘅 AI 廠。Vera Rubin 平台自設計啟動以嚟，累積投入15000名工程師年嘅工作量。首座 Vera Rubin NVL 72機架包括6粒晶片、18個運算托盤、9個 NVLink 交換托盤、220兆個電晶體，重量接近2噸。黃仁勳表示，效能大幅提升嘅部分原因係因為 NVIDIA 採用咗專有資料格式，並希望能夠推動佢成為業界標準。NVIDIA 新增咗一層名為 Context Memory Store 嘅儲存層，用嚟協助 AI 系統更快回應提示同延續性對話。NVIDIA 目前最新一代 AI 晶片係 Blackwell 系列，公司計劃喺明年推出更先進嘅 Rubin 晶片。喺現行美國規定下 ，Blackwell 同 Rubin 晶片都唔獲准出口到中國。目前中國企業主要仰賴 NVIDIA 嘅 H20 晶片進行 AI 運算。美國政府曾經喺4月短暫考慮禁止 H20 出口中國，但係隨後撤回。總統先生亦曾經提出要求15% 嘅 H20 銷售額交俾美國政府，但該提案最終未實施。
白宮新聞秘書喺12月11號嘅記者會上表示，向中國客戶銷售 H2000晶片嘅計劃符合國家安全政策同出口管制規定。總統先生喺12月8日喺 Truth Social 發文表示，佢會批准向中國核准客戶銷售 NVIDIA 嘅 H2000人工智慧晶片。呢個決定引發咗部分美國國會議員嘅關注，佢哋擔心出口先進 AI 技術可能帶嚟嘅國家安全風險。12月22號，參議員同眾議員要求商務部官員說明政府點解調整對中國嘅 AI 晶片出口管制政策。兩位立法者表示，國會對出口管制決策擁有監督權，並要求釐清該項批准如何符合現行限制規定。黃金近期首次超越美國公債，成為全球央行外匯儲備主要資產，位至1996年以嚟首見。摩根士丹利預測，由於利率下行，央行持續購買及地緣政治風險，黃金價格有望喺2026年第四季達4800美元每盎司，持續吸引避險資金。該行1月5號報告指出，黃金上漲受宏觀經濟同政策因素支撐，包括聯準會預期降息、領導層變動，以及央行同投資基金持續買入。黃金近期已創歷史高點，現貨黃金喺2025年12月26號達4549.71美元每盎司，全年上漲64%，為自1979年以嚟最強年度表現。本週黃金價格再次上漲，因美軍逮捕委內瑞拉領導人馬杜羅，引發能源同金融市場嘅地緣政治不確定性，重新點燃避險賣盤。德國 Harris Metals 交易員表示，委內瑞拉局勢明顯重啟避險需求，但呢個係喺已有嘅地緣政治、能源供應同貨幣政策擔憂之上。通常喺經濟或政治壓力之下，投資者會選擇黃金作為避險資產。低利率環境降低持有冇收益資產嘅成本，亦有助黃金表現。摩根士丹利指出，委內瑞拉事件可能進一步增強黃金作為價值儲存嘅吸引力，但並非其4800美元預測嘅直接依據。摩根大通近期亦都上調黃金預測，2026年第四季每盎司5000美元。長期可達6000美元。摩根大通全球商品策略主管表示，雖然黃金漲勢唔會戰勝，但推升價格嘅趨勢尚未結束。佢指出，央行同投資者持續配置黃金，加上貿易不確定性與地緣政治風險，仍然支撐避險需求。ING 分析師亦都睇好黃金後市。1月6號報告稱，央行購金同市場對聯準會進一步降息嘅預期，支撐黃金價格。摩根士丹利最新預測大幅上調，2025年10月，該行已將2026年黃金價格預測上調至4400美元每盎司，原因包括美國降息預期、美元走弱及機構資金流入強勁。策略師表示，投資者睇黃金唔只為對抗通膨，亦都視其為央行政策同地緣政治風險嘅風向標。黃金仍有上行空間，受美元走弱、ETF 買盤、央行持續購買以及不確定性支撐避險需求。黃金近期首次超越美國公債，成為全球央行外匯儲備主要資產。摩根士丹利認為呢個顯示投資者對黃金長期價值信心強烈。實物黃金 ETF 持續錄得創紀錄資金流入，顯示機構同零售投資者興趣高漲。摩根士丹利分析師指出，即使係零售投資者亦加入黃金搶購潮，美元走弱同非美元資產轉向，亦都進一步支撐需求。2025年美元全年下跌約9%，為自2017年以嚟最差年度表現。雖然黃金仍然係摩根士丹利首選，但該行亦都睇好其他金屬市場。白銀方面，分析師指出，2025年供應結構性短缺達高峰，中國新出口許可規定增加上行風險。白銀去年上漲147%，創歷史最高年度漲幅，主要受工業需求、投資流入同供應緊張推動。ING 分析師表示，投資者需求仍強勁。白銀 ETF 持續吸金，2026年前景具建設性，受太陽能板、電池技術等工業需求及投資流入支撐。喺基本金屬方面，摩根士丹利睇好鋁同銅，
因需求上升，供應緊張。印尼以外地區鋁供應偏緊，美國需求回升亦推高價格。倫敦金屬交易所銅價持續上漲，本週3個月同步13,387.50美元每噸，創新高。摩根士丹利指出，美國進口需求及礦山中斷，使到全球市場喺2026年初持續緊張。鎳價亦表現亮眼，上漲5.8%至17,980美元每噸，為2024年10月以嚟最高。摩根士丹利表示，印尼供應中斷風險支撐價格，但市場可能已提前反映部分嘅風險。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USCIS 於1月5號喺社群平台 X 發文表示，已經修訂所有申請人必須通過嘅入籍考試，作為正式成為美國公民嘅必要條件。USCIS 表示，新版嘅考試將會確保所有新公民理解公民身份嘅珍貴，以及成為美國人所代表嘅意義，但並未進一步說明今次考試修訂嘅具體內容。USCIS 為入籍申請人設有2項考試，一項係英語能力測驗，另一項係公民素養測驗。該機構表示，正實施2025年版入籍公民素養考試，以配合總統先生於1月20號發布嘅一項國家安全總統行動。USCIS 表示，公民素養考試將測驗申請人對美國歷史、政府同公民制度嘅基本認識。2025年入籍公民素養考試為口試，從128題題庫中抽出20題，需要答對12題先可以通過。若果答錯9題即唔合格。呢個新制適用於2025年10月20號之後提交 N48 入籍申請者。此前申請者仍然適用2008年版考試，從100題中抽考10題，答對6題即可通過。2025年版公民素養考試題目涵蓋美國政府體制、憲法修正案數量、法治原則、國會同最高法院嘅組成、獨立宣言作者、終結奴隸制度嘅戰爭，以及美國原住民部族名稱等。年滿65歲並持有永久居民身份滿20年以上者，適用特殊豁免，只需準備20題題庫，並可使用任何語言應試。考試嘅時候需回答其中10題標示星號嘅題目，至少答對6題就可以通過。根據 USCIS 規定，入籍語言測驗要求申請人具備基本英語理解能力，包括閱讀、書寫同口語，並由 USCIS 官員喺面談中評估。閱讀測驗需要朗讀3句指定句子中嘅1句，書寫測驗則需要正確寫出其中1句。今年3月1號，總統先生簽署總統行動，正式指定英語為美國官方語言。佢喺文件中表示，自建國以嚟英語即係國家主要語言，所有重要治國文件皆以英語撰寫，因此指定英語為官方語言，有助於凝聚社會並強化國家。喺2月28日，總統先生發布呢個行動嘅前一日，拉丁美洲公民聯盟 LULA 批評呢個舉動，認為佢違背美國建國精神，並令數百萬美國人被邊緣化。LULA 全國主席表示，擁抱多語言可以令美國更強大。美國使用超過350種語言，有助提升喺貿易、外交同商業上嘅全球影響力。雙語同多語能力亦可以增強經濟競爭力同強化社區。佢指出，限制語言具有排他性，將會傷害國家未來。美國應該維護促成佢全球領導地位嘅多元性。皮尤研究中心3月17號嘅調查顯示，82% 嘅美國成年人認為將英文訂為官方語言具有重要性，但意見明顯呈現黨派差異。73% 嘅共和黨及偏共和黨者認為非常或相當重要，而民主黨及偏民主黨者只有32% 認同。美國國土安全部週一表示，明尼阿波利斯一間 Hilton 酒店取消咗國土安全部同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特工嘅預訂。國土安全部喺 X 網站上發帖，指責 Hilton 酒店喺明尼阿波利斯發起咗一場有組織嘅行動，拒絕為國土安全部執法人員提供服務。帖子中寫道，當執法人員試圖用官方政府郵箱同價錢預訂房間時候，Hilton 酒店惡意取消咗佢哋嘅預訂，呢個係唔可以接受嘅。國土安全部
仲發布咗一封經過部分刪減嘅1月2日酒店員工郵件，稱特工喺 Hampton Hilton 酒店嘅預訂已經被取消。Hampton Hotel 嘅前台經理喺郵件中表示，酒店發現近期有大量由國土安全部預訂嘅房間，並明確拒絕任何移民執法局或移民局官員入住。郵件要求相關人員主動説明身份，否則酒店會取消佢嘅預訂，並請佢將呢個決定轉告同事。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宣布人員數量歷史性地增加咗120%。國土安全部稱委內瑞拉人而家可以返家鄉享受和平同穩定嘅生活。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喺 X 平台公開質問 Hilton 酒店，稱其明尼阿波利斯門店取消咗聯邦執法人員同特工嘅預訂。司法部民權司助理司法部長表示，已經關注呢件事。Hilton 集團隨後回應話，該酒店為獨立運營，其行為唔符合集團價值觀。酒店已經就相關行為道歉並立即糾正。Hilton 強調，佢嘅酒店向所有人開放，絕對唔容忍任何形式嘅歧視。該酒店以 Everpeak Hospitality 品牌發布聲明話，佢已經迅速採取行動處理呢件事，因為呢個同我哋熱情好客嘅理念唔符。我哋正同受影響嘅客人聯絡，確保佢哋得到妥善安排。我哋唔會歧視任何個人或者機構，並向受影響者致歉。我哋致力於歡迎所有客人，並按照品牌標準、適用法律，以及我哋作為專業酒店服務提供商嘅職責運營。美國國土安全部助理部長表示，數百名調查人員已經抵達明尼蘇達州。此前有報導稱，索馬里國民喺雙城地區涉嫌實施大規模欺詐活動。民主黨籍州長1月5號宣布，佢將唔再尋求連任。之前共和黨人呼籲佢辭職。總統先生將會喺星期二同眾議院共和黨人會面，討論喺關鍵期中選舉年初期嘅政策議程。共和黨國會議員當日將會喺甘迺迪中心舉辦為期1整天嘅政策論壇。委內瑞拉主要反對派領袖馬查多誓言將盡快返回祖國，並讚揚總統先生推翻獨裁者馬杜羅，同時宣稱其運動已經準備好喺自由選舉中獲勝。不過，總統先生亦表示，喺特定條件下，佢願意同委內瑞拉臨時領導人及馬杜羅政權嘅其他高層官員合作。並指出，喺舉行選舉之前，美國需要協助解決委內瑞拉所面臨嘅問題。遭罷黜嘅委內瑞拉領導人馬杜羅喺1月5日首次出庭，對可能令佢終身監禁嘅指控表示唔認罪。負責審理呢個案嘅係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方法官艾文·海勒斯坦，現年92歲。對於呢類案件，佢並唔陌生。2022年，佢曾經拒絕撤銷對前委內瑞拉陸軍將軍嘅指控。該將軍被控協助馬杜羅向美國販運可卡因。海勒斯坦當時表示，主權豁免並唔能夠保護流氓國家或者流氓官員。我哋面對嘅唔係一般嘅犯罪行為，而係發生喺政府最高層級嘅犯罪行為。隨住呢位近日被推翻嘅委內瑞拉領導人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上述言論可能具有重要參考意義。目前仲未清楚海勒斯坦將會點樣處理針對馬杜羅嘅指控，以及喺預期審判前可能提出嘅撤案動議。佢喺1月5日嘅評論則相對保守。馬杜羅同佢嘅妻子喺遭控涉入毒品恐怖主義共謀罪等多項罪名之後，一齊出庭受審。除咗被指控主導持續不斷嘅可卡因販賣行動之外，馬杜羅仲因為持有機關槍及其他破壞性武器而遭到武器相關指控。馬杜羅同其妻子皆對指控表示唔認罪，並自稱仍然係委內瑞拉總統同第一夫人。馬杜羅形容自己係無辜嘅超痴，係一個正直嘅人。稍後仲對一名抗議者表示自己係被綁架嘅總統。佢嘅律師則主張馬杜羅係一個主權國家嘅元首，享有外交特權。自2019年以嚟，美國同超過50個國家拒絕承認馬杜羅係委內瑞拉嘅合法總統。
喺馬杜羅表示唔認罪之後唔久，副總統宣誓就任委內瑞拉臨時領導人。美國介入後，該國政府最終將如何轉變，仍有待觀察。作為一名資深法官，海勒斯坦喺1998年由當時總統比爾·柯林頓任命，自此一直喺紐約南區聯邦法院任職。喺法律界，海勒斯坦備受尊敬，同時亦以熱愛網球聞名。雖然呢位92歲嘅法官如今出庭次數唔多，但佢嘅思維狀態依然非常敏銳。海勒斯坦曾經審理過多起同2001年9月11日世界貿易中心恐怖攻擊事件相關嘅死亡同財產損害訴訟。佢亦曾經幾次同總統先生交手。海勒斯坦2次阻止總統律師試圖將佢喺紐約嘅偽造商業記錄案由州法院移送到聯邦法院。2020年，佢仲下令釋放總統前私人律師。喺涉及委內瑞拉嘅案件中，海勒斯坦去年裁定總統先生錯誤引用外國敵人法，以快速遣返涉嫌阿拉瓜火車幫成員。該組織為委內瑞拉黑幫，曾經被指同馬杜羅政權合作，危害美國安全。海勒斯坦指出，該幫派即使涉及毒品販運，亦屬刑事犯罪，並唔構成入侵或掠奪行為。周日，總統先生喺回應會唔會對格陵蘭島採取行動時表示，從國家安全角度睇，美國需要格陵蘭島，並稱該地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存在俄羅斯同中國船隻活動。佢認為丹麥無力應對相關問題。當被問及美國提出主權聲索嘅理由時，總統先生再次強調國家安全因素，並稱歐盟亦需要美國擁有格陵蘭島。對於呢個舉動係咪影響美中關係，總統先生表示佢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關係良好，並提到雙方各自掌握唔同嘅權力手段。總統先生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重申咗吞併格陵蘭島嘅意圖，以及美國週末喺委內瑞拉採取非同尋常嘅軍事行動之後，丹麥同格陵蘭島嘅領導人星期日敦促總統先生停止威脅吞併格陵蘭島。丹麥首相梅周日喺一份聲明中表示，談論美國需要吞併格陵蘭島完全冇道理。美國冇權吞併丹麥王國嘅3個組成部分中嘅任何一個。就喺美國逮捕委內瑞拉領導人以及總統先生普宣布華盛頓將會暫時接管呢個拉丁美洲國家1日之後，美國總統話：我哋絕對需要格陵蘭島，我哋需要佢用喺國防。美國國務卿表示，喺委內瑞拉嘅軍事行動之後，全世界都應該關注美國。週末嘅事件加劇咗丹麥嘅擔憂，佢哋擔心美國可能會接管格陵蘭島。格陵蘭島自1979年以來一直係丹麥嘅自治領土，喺呢個之前佢由哥本哈根直接管轄，所以丹麥強烈敦促美國停止對一個歷史上親密嘅盟友以及另一個國家同人民嘅威脅。佢哋已經非常明確但表示佢哋唔會被出賣。格陵蘭島首相周日喺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稱，當美國總統話我哋需要格陵蘭島，並將我哋同委內瑞拉同軍事干預聯繫起嚟，呢個唔單止係錯誤嘅，呢個係唔尊重人嘅行為。朋友之間唔應該有威脅、施壓同吞併嘅言論。12月21號，格陵蘭島特使支持總統先生提出嘅格陵蘭島應該成為美國一部分嘅主張。格陵蘭島靠近北美，地理位置接近加拿大，係世界上最大嘅島嶼，擁有豐富嘅礦產資源。喺貿易戰同國家安全考量下，美國希望藉此減少對中國資源嘅依賴。其位於北美同歐洲之間嘅戰略位置，亦令佢成為美國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嘅重要部署區域。格陵蘭島曾經係丹麥殖民地。雖然根據2009年協議有權獨立，但係因為經濟高度依賴丹麥補貼，短期內獨立可能性較低。其他歐洲領導人，包括英國首相、丹麥外長同法國總統，都曾經公開表示支持格陵蘭保持丹麥自治領土嘅地位。當被 BBC 問及係咪亦會對總統先生講唔好插手格陵蘭嘅時候，斯塔默回答話係嘅。
格陵蘭同丹麥王國必須決定格陵蘭嘅未來，而且只可以由格陵蘭同丹麥王國決定。丹麥喺歐洲嘅親密盟友，亦係北約盟國，因此格陵蘭嘅未來必須由丹麥王國同格陵蘭自己決定，呢一點至關重要。今日嘅更新就到呢度啦，我係 Laura，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同真實嘅資訊。記得收睇每個星期日更新嘅健康資訊，同埋我哋嘅旅遊節目 Trip Talk， 一齊探索世界嘅精彩。亦歡迎關注 Laura Tang Media， 第一時間掌握我哋為你精心準備嘅多元化節目內容。